Namaste，大家好，歡迎各位返嚟識事旅遊頻道，多謝各位繼續支持，請按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、Follow 同埋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會做得更加好。今集飛咗先講，我 Candice 同大家一齊飛越及探索深度印度之旅。印度，一個你以為了解，但其實遠比想象更深嘅地方。好多第一次嚟印度嘅人都會帶住少少擔心，地方會唔會太嘈，人口會唔會太多，環境會唔會唔乾淨？但當你真正踏入呢片土地，你會發現原來印度嘅美麗從來唔只係你聽過嘅一面。清晨嘅小鎮，有一位婆婆坐喺門口飲住麥沙拉茶奶茶，佢個孫仔就喺佢隔籬幫佢綁好頭巾。婆婆笑得好溫柔，孫仔亦都笑得好安靜。佢哋冇咩講，但嗰種親密、嗰種陪伴係你喺好多地方都見唔到嘅。我問過當地嘅人，你哋會唔會將老人家送去老人院？佢哋先呆咗呆，然後好自然咁答：點會啊？父母係我哋嘅祝福。嗰一刻，我明白咗，印度老人院少，唔係因為資源唔足，而係因為佢哋嘅文化、宗教、家庭結構，令佢哋根本唔需要老人院。宗教教佢哋孝道係 dharma， 照顧父母係 family duty， 家庭責任。好多家庭3代同堂、4代同堂，老人家有角色、有地位、有尊重，佢哋永遠唔會孤單。而印度嘅美麗唔單止係人與人之間嘅結構，仲係味道。兩個世界，兩種文化，3條完全唔同嘅旅程。北印度線路濃烈厚重，皇朝嘅味道得嚟。阿格拉、齋普爾，烤爐嘅火光，奶油咖喱嘅濃香，皇城嘅金色。北印嘅味道係濃烈嘅、深厚嘅、震撼嘅。一啖麥沙拉咖喱就好似行入皇城故事入面。北印路線帶你走過德里嘅歷史、泰姬陵嘅永恆、齋普爾嘅粉紅皇城、瓦拉納西嘅銀河。晨光嘅呢條路線係震撼，係厚重，係文化嘅重量。南印度線路清爽輕盈，海岸與茶山嘅味道畫面，喀拉拉嘅湖水，穆那爾嘅茶山，多薩嘅脆，伊利嘅軟，椰子嘅香，海風嘅味道。南印嘅味道係輕嘅、柔嘅、療癒嘅，好似一陣山茶嘅風，慢慢吹入你心入面。南印路線帶你走過 Chennai 陰來，南印海岸城市節奏慢，文化深 Cochin、科飲、葡萄牙、荷蘭、英國嘅海港文化交織，喀拉拉湖水船屋，水道上嘅萬里，夕陽照喺水面堪比。比車耶拿王朝遺址、石窟、巨石、神廟世界。南印嘅味道係多薩嘅脆，椰子咖喱嘅香，海風嘅柔，古城震撼。呢一條路線係舒服，係療癒，但同時帶你走入一個石頭講故事嘅世界。朝聖線，心靈震動嘅深度，信仰，靈魂被打開。恒河嘅燈火，瑞斯海斯瑜伽，哈里雅朝聖之門。呢條路線唔係旅遊，係一種心被震動嘅體驗。3條路線，3種印度，3種感動。北印震撼你，南印治癒你。朝聖線會讓你重新認識自己，而佢哋對家庭嘅信念會徹底改寫你對世界嘅理解。多謝各位收睇今集飛咗先講深度印度之旅。
係咪好吸引？心動不如行動，請即時致電俾我哋適時旅遊，電話號碼25620773，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9485289992881831查詢。喂，仲有要記得密切留意我哋嘅 Facebook、IG、Flex 同公司網頁最新嘅資訊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